你的童年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小嘛小儿郎，背着那书包上街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那风雨狂。一首《读书郎》传唱大江南北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贵州安顺苗族的芦笙调。1938年，由周恩来、郭沫若组建的抗日文艺演出队来到了安顺汪家山苗寨，队中著名的词曲作家宋阳因受伤留下养病，他经常到苗寨里访问，听一个叫杨振坤的芦笙手吹笙。当地的孩子常常唱一首小嘛小儿郎的芦笙调，开头2句激发了他的灵感，创作了《读书郎》。这首歌激励了几代人读书励志、读书爱国，一度成为校园神曲，传唱港澳。而在安顺这块宝藏土地上，音乐只是它的名片之一。我身上所穿的这套精美花衣就来自安顺花苗。这支苗族历史上被称为阿累苗、灞苗等，是进入贵州安顺最早的一支苗族。传说公元前280年，楚王派庄丘将军西征，作为楚国主体居民的苗族随军进入云贵等地，而阿累苗族定居安顺、南马、鸠州等地已经有2200多年。安顺花苗的服饰以花出名，特有的彩色套染工艺非常高超。在《黔南实略·贵阳府》里就曾记载，他们的衣服以蜡描绘染色，上色去蜡，花纹自现，故曰花苗。不仅蜡染画颜色丰富，层次灵动分明，他们的衣袖领口还会用5色线刺绣历史，红色代表故土，黄色代表黄河，蓝绿色代表长江，精美绝伦。安顺花苗的女士上衣承袭了人类早期的服饰遗风，直线剪裁，简约设计，平面的结构通过穿着实现立体造型。有学者研究发现，它的版型和安徽南陵铁拐宋墓中的飞机袖对穿胶短衫非常相似，堪称现代版的活化石。他们的衣服有便装与盛装之分，便装以蓝白为主，突出实用性；盛装以红蓝为主，突出礼仪性。整件衣服像展翅的蝴蝶，被称为蝴蝶衣，在视觉上呈现出对称、严谨、丰满的特点，自然下落的轮廓很有现代感与时尚性。而且这种剪裁最巧妙的地方就是无论高矮胖瘦都能穿，怎么吃胖都不怕。你想不想来试一试？